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粵語天地。香港知名女星蒙嘉慧同鄭伊健，自2013年喺日本低調拆結婚之後，就一直被封為娛樂圈中嘅神仙眷侶。唔知不覺，今年已經係兩人結婚嘅第10年，但夫妻倆嘅感情依然相當穩定。去年，蒙嘉慧宣布正式移居日本福岡，開啟新嘅生活。鄭伊健因為要拍劇、開演唱會等，所以大部分時間仲係留喺香港生活。夫妻倆都只能長時間聚少離多。不過，近日就有熱心網友喺日本嘅某超市偶遇咗鄭伊健。原本以為鄭伊健只係一個人單獨喺超市購，冇諗到佢嘅太太蒙嘉慧都有一路同行。據網友拍攝嘅照片所見，鄭伊健著住黑色 T 恤、黑色休閒褲，留住標誌性嘅長髮，打扮相當低調。畢竟喺日本，鄭伊健都冇太多嘅偶像包袱，只見佢推住超市嘅手推車，從貨架上拎咗唔少食品同生活用品。因為經常鍛煉，鄭伊健嘅身材維持得仲唔錯，基本上冇發胖，睇落去依然相當帥氣。至於蒙嘉慧，嗰位網友表示一開始仲冇認出嚟，因為兩人隔咗一段距離，後嚟細心一睇，先至發現。照片中，蒙嘉慧打扮亦同樣非常簡約、休閒，甚至係樸素，著住黑色休閒套裝，紮住馬尾辮，基本上係全素顏。身材發胖也比較明顯，甚至仲有咗雙下巴。呢組照片喺網上流傳開之後，自然亦引發咗唔少熱議。當中有部分網友就發現，蒙嘉慧嘅腹部有非常明顯嘅凸起，整個人都人味十足，睇落好似懷孕咗。儘管外界都知道夫妻倆都係丁克一族，但萬一有意外發生呢？對於網友同媒體嘅各種揣測，蒙嘉慧同鄭伊健目前都冇做出任何回應。據了解，蒙嘉慧移居日本嘅想法好早就成型咗。當年佢同鄭伊健結婚之後，就一直喺計劃到日本生活。原本喺2020年嘅時候，佢就準備正式移居，但因為受到外界形勢影響，計劃一度被擱置。對於妻子移居日本，鄭伊健自然非常支持。佢仲投資咗7位數，俾蒙嘉慧喺當地開咗一間房產中介公司。為咗能夠更好嘅融入當地嘅生活，蒙嘉慧私底下一直都仲喺努力學習日語。相信經過呢1年嘅生活，蒙嘉慧嘅日語水平應該有咗大幅度嘅提升同進步。其實去年喺接受傳媒訪時，鄭伊健就明確表示，只要有空閒嘅時間，佢肯定會飛去日本陪蒙嘉慧一齊生活。蒙嘉慧移居日本嘅消息一出，外界嘅反應好似一場講唔清嘅爭議。鄭伊健出面澄清，蒙嘉慧向嚟都特別鍾意日本，佢只不過係移去日本生活同工作，並非移民。喺小編睇嚟，蒙嘉慧確實係一個比較灑脫、隨性嘅人。結婚之後就果斷地淡出咗娛樂圈，過自己簡單嘅生活。諗住去日本生活，就會主動取行動，積極準備緊。接近春節嗰陣，連利是封都用咗日式禮封，顯示佢喺細節上都特別講究。有報道指出，鄭伊健夫婦平時只係返香港工作，鄭伊健甚至有計劃退休後長居日本。據聞，夫妻兩個特別鍾意福岡市嘅生活環境同節奏，已經喺當地置業。去年2月，仲有遊客喺福岡大蠔公園附近見到佢哋踩單車。蒙嘉慧喺日本生活咗好多年，可能係食嘅玩嘅都享受差唔多咗，而家開始重新搞事業。蒙嘉慧成為明星之前，已經有好豐富嘅工作經驗。佢做過碗碟銷售員、保險經紀、銀行文員，仲做過街上隨便拉人試鏡嘅星探。中學畢業後，佢曾任職廣告製作公司。1993年入行做模特兒。
直至1997年同郭富城合作手機廣告後嶄露頭角，更被杜琪賞識帶入電影圈，並簽約成為旗下藝人。1999年，佢憑非常突然獲得第1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提名，之後拍過多部大片，例如《暗戰》《真心英雄》及《甜言蜜語》等，同劉青雲、任達華、劉德華等影帝都有合作。2000年，佢簽約 TVB 拍劇，在多部劇集擔任女主角，成為當紅花旦，例如《陀槍師姐3》、《妙手仁心2》、《衛斯理》、《法證先鋒》、《溏心風暴》等，又同林、鄭嘉穎、陳豪及郭晉安等視帝級人馬合作。喺香港娛樂圈，鄭伊健同蒙嘉慧嘅愛情故事可以講係一段低調但又甜蜜嘅旅程。兩人從羽毛球場上嘅偶遇，到走到婚姻嘅殿堂，每一步都似乎係緣分嘅安排。正如喺電視劇《情深深雨濛濛》中見到嘅那種緣分。蒙嘉慧結婚後逐步減產，對於一個曾經嘅熒幕焦點，轉型做房地產中介，可能會令人覺得意外，但事實上，這代表佢哋夫妻二人對生活有住更加實際同長遠嘅計劃，就好似喺《溏心風暴》中，角色為咗家庭可以作出不同嘅選擇同犧牲。2018年，蒙嘉慧接拍《飛虎之雷霆極戰》，證明佢依然保持住對演藝事業嘅熱情。雖然有網友對佢嘅身材有所評論，但真正嘅粉絲都會明白，人生嘅每個階段都有不同嘅美。鄭伊健嘅事業發展亦非常多元化，從開演唱會到拍電影，佢嘅努力不僅僅係為咗財富自由，更多嘅係實現自我價值同對藝術嘅追求。就如古惑仔系列中所展現出嚟嘅那種不屈不撓嘅精神。最近嘅傳聞顯示蒙嘉慧可能懷孕，無論結果如何，作為粉絲，我哋應該尊重佢哋嘅選擇同私演，同時祝福佢哋無論選擇什麼樣嘅生活都能夠幸福滿滿。兩人嘅關係展現咗一種成熟嘅愛情觀，就係喺平凡中尋找幸福，即使面對外界嘅壓力同評論，都能夠堅持自己嘅生活方式，真係值得我哋學習。大家對於鄭伊健同蒙嘉慧嘅故事有咩感想呢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分享你嘅睇法，期待下一期嘅討論，我哋下次見。